一本奇怪嘅茅山圖志，將主人公帶入一個難以置信嘅世界。全國寶璽嘅背後，究竟隱藏住咩巨大嘅秘密？藏客、江墓、巴山藏寶洞、港島邪雲、武陵山，究竟茅山道術係咪真係可以斬妖除魔、替天行道呢？Show FM 網絡電台首發《茅山後裔》第一季全國寶璽，原著大力金剛掌，編譯校對傑佬，播講RM，茅山詞典播講陳峰。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類同，實屬巧合。故事中人物用到嘅符咒陣法，請勿模仿，敬請注意。上次講到張國忠突然間諗到啲咩嘢，跑去李隊長屋企，大叫住：我知啦，係何體啊！李隊長俾張國忠突如其來咁樣興奮嚇咗一跳，跟住問佢咩回事。張國忠一味話何體啊咁。之後李大嬸就同張國忠倒咗杯水，張國忠一邊飲水一邊好激動咁將自己嘅諗法同李隊長講出嚟。第二日朝早，李隊長就召集咗10幾個壯丁，帶住張國忠嚟到咗當年李大明挖河堤嘅地方。呢個時候嘅河堤呢已經修好晒，堤嘅嗰一邊就係操場河。呢幾年河水係少咗好多，河堤成咗個擺設。幾個村民嚟到一個小土丘前邊，指住土丘前邊嘅空地，話俾張國忠知，呢個就係當年李大明挖出棺材嘅地方。張國忠企喺河堤上邊睇住周圍嘅環境，只見河嘅沿岸有2排凸起嘅河堤，但係呢塊地方正係一條小溪，由南向北匯入操場河嘅。小溪南邊有一排柳樹，將小溪同埋操場河圍成一個好似弓形咁嘅形狀。張國忠就問李隊長：呢度以前係唔係墓地嚟嘅呢？李隊長話：係啊，不過解放以後，村入邊嘅死人都埋喺南邊啊，基本上唔喺呢度咯。張國忠繼續問：李大明挖出嘅棺材入邊有啲咩嘢？你哋見過未啊？李隊長話：未見過，大家都覺得嗰樣嘢好邪嘅。李大明出事之後冇幾日，我就將棺材燒咗。張國忠咬住牙講：個棺材入邊根本冇人啊！李隊長話：咩話？冇人？棺材入邊點會冇人啊？唔通啲地主連屋企嗰啲畜生都要裝埋入棺材？張國忠就話：你睇下呢度地勢，操場河圍繞住呢度係一個弧形嚟嘅，呢條小溪正好同呢個弧形嘅中間匯入操場河，嗰邊一排柳樹正好將呢個弧形封死。李隊長，你睇下呢個形狀似咩嘢？李隊長呢個時候話：似咩啊？似條雀雀咁啊！張國忠聽到差啲從河堤嗰度跌落嚟。呢個李隊長真係蠢到極點。對住佢，張國忠唔想再賣關子啦。佢跟住話：唔係啊，李隊長，呢度似一種弓箭，呢個就係茅山術之中所講嘅橋地啊！李隊長好似從來冇關心過佢講嘅話題咁。茅山術咩嚟噶？張國忠冇理到李隊長嘅問題。橋地又叫陰印，如果埋死人多嘅地方又有水嘅，咁就會形成橋地嘅。我諗呢度肯定係古代嘅墓地。呢條操場河當初並唔係流經呢度，如果冇河，呢度嘅風水仲算唔錯嘅。但係有咗條河呢，呢度就形成咗養陰氣嘅好地方。水係主陰嘅，呢度連河帶溪有2條水脈，加上2排嘅柳樹擋住啲陰氣向外發散，必然聚集咗大量陰氣。而弓箭嘅形狀呢，就係大殺之象，死人嘅怨氣如果冇散咗去，咁有可能俾呢種殺象挑撥，可能比啱死嘅時候仲犀利。李大明身上嗰個清朝進士呢，就喺呢片橋地裏邊陰氣最重嘅人啦。佢死嘅時候肯定周圍呢仲埋咗8口棺材陪葬，裏邊裝嘅唔係人，而係8條柳樹嘅樹幹。柳樹呢有阻擋陰氣效果嘅，而套喺外邊嘅棺材，一嚟可以防止啲樹幹腐爛，二嚟呢如果經過高人施術，仲可以蒙蔽冤死者，使佢瞑目嘅。咁樣呢，外邊嘅陰氣入唔到嚟，裏邊嘅怨氣就日益消散，個村度可以安然無事啦。呢個墓局叫回字局，專門用嚟防止啲冤死嘅人陰魂不散。
肯定係古代嘅高人煲。但係李大明呢，挖出咗其中一個樹幹，破咗武局。而當初李大明好可能係挖河堤嘅人裏邊離主官最近、身體最弱嘅，自然俾隻鬼上身。張國忠一口氣講咗咁多，李隊長聽完，隻眼就瞪個燈泡咁。咁李大明點解依家好翻啲呢？張國忠話：李隊長，你睇下啲河水。李隊長睇住啲河水，比當年修河堤嘅時候少咗80%，基本上見底啦。有啲地方甚至剩翻幾米寬嘅水流，其餘嘅地方差唔多乾塘。李隊長終於明啦，哦，水少咗。張國忠話：冇錯啦，河水少咗，陰氣弱咗，所以李大明好啲。但係河水一旦多起身呢，李大明身上嘅狀況可能隨時惡化，甚至攞佢命。李隊長話：咁你話點辦啊？咪整咗條柳枝埋落去咯。張國忠話：唉，已經冇用啦。依家我哋要做嘅就係將前面嗰棵柳樹劈晒，等啲陰氣散出去。話都未講完，後邊嘅村民議論起身，就連李隊長都猛咁擰頭。哎呀，先生你千祈唔好啊！以前村裏邊年年鬧撞客搞死人，後來嚟咗個老道士，講話呢度種一排柳樹冇事噶啦。村裏邊呢，從種樹後呢，基本上冇出過啲咩事。呢啲柳樹如果係斬咗啊，我哋真係冚家產噶咯。張國忠呢個時候都皺晒眉頭，佢忽略咗好重要嘅一點，就係邊個都唔知道呢度究竟埋咗幾多人。如果淨係埋咗一個人，就算再冤都形成唔到橋地。既然係橋地，咁就算唔係萬人坑，都要有個亂葬崗嘅規模先得嘅。如果真係咁樣斬咗呢排柳樹，裏邊被柳樹擋住好幾年嘅陰氣一下子爆翻出嚟，就算操場河冇咩水，後果都好嚴重。而且呢，如果依家貿然咁挖清朝進士嘅棺材出嚟，恐怕李大明當場就要見閻羅王噶啦。諗到呢度，張國忠一擺手，一干人等就翻村。信錯。阿英，我頭先約到阿有冇心上人啊？而家嗱，唔答就要飲。嚇人哋女仔啦，我幫佢飲啦。我都覺得自己病態啊，但係就係會有一種勝利感，就係要佢繼續追你啊，但又追唔到喎。嗱，仲有1個鐘，我30個啦，你好好過人世界啦，啲無謂人講嚟做乜啫？看錯。有冇搞錯啊？你又偷睇我啲嘢啊？第幾次啦？咁究竟呢個係邊個啊？上一次你懷疑我嘅時候，我就同自己講，再一下次我就死心。你係咪真係追咗第二個啊？怪錯。咁多年兄弟，始終係你最了解我。我同咗佢5年啦，佢而家先同 Tracy 一齊幾耐啊？你俾我照顧你啦。信錯、看錯、怪錯，最後到底又愛錯了誰？敬請期待 WJW 加西劇組2011最新粵語廣播劇《愛錯了誰》3部曲。嗰一晚，張國忠不斷咁翻出呢本就嚟俾佢翻爛嘅《茅山圖志》。就喺呢個時候，張國忠隱隱約約咁聽見外邊有人叫：哎呀，李大明又發作啦，快啲嚟人啊！張國忠攞起件衫行出門口。呢個時候，李隊長帶住3個仔出咗屋，好似佢嘅3個仔對呢種事已經見慣咁，好淡定咁向豬欄嗰度攞麻繩同麻包袋，之後就向住李大明屋企嘅方向跑過去。到咗李大明屋企門口，見到李二丫坐喺地下，成面血，猛喺度喊。李隊長偷偷咁督咗阿張國忠一下：喂，你快啲去扶下二丫啦！自從上次走咗之後，人哋一直掛住你㗎。張國忠懶得理呢個唔正經嘅隊長，自己行到窗邊，然之後聽住屋入邊嘅動靜。其實呢，響佢嚟之前，一大班村民一早就將李大明綁住嘅。只聽見李大明不停咁喺度傻笑同大叫：嚟啊！咁掂我包唔保你哋個個同一樣。呢句話聽到張國忠有啲驚，仆街，點解啱啱出道撞到件咁嘅嘢？李隊長梗係睇得出張國忠絕對唔係李大明身上嗰隻厲鬼嘅對手。不過呢，講翻轉頭，反反复复咁請咗咁多個先生，冇一個有辦法，係得張國忠分析到頭頭是道嘅啫。
翻到屋企，李隊長係咁安慰愁眉苦臉嘅張國忠：唉，得啦，辦法慢慢諗啦，你成日咁樣都唔得噶。反正李二丫已經中意咗你啦。係啦，講起身，前幾年操場河公社嗰度鬥咗個老道嘅，依家仲有生產隊做嘢，姓馬嘅。喂，你不如去搵搵佢，當年叫村度種柳樹嘅嗰個人就係佢咯。聽到李隊長又提起李二丫，張國忠尷尬到咩咁。不過當李隊長提起隔籬村嘅馬老道，張國忠精神。自古茅山出道家，呢個指導村民種柳樹嘅馬老道，或者就係救星都唔定。第二日，李隊長嘅二仔帶住張國忠嚟到隔籬嘅操場河村。原來嗰條操場河呢，就係李村同埋呢個村嘅分界線。文革中嘅批鬥，村村都要搞。有地主梗係最好啦，冇地主鬥富農，冇富農鬥流氓。實在連流氓都冇啦，就將啲賣壽衣嘅拉出嚟鬥下，反正一定要鬥啦。喺呢種社會風氣之下，嚟操場河村有2里地內邊嘅通天觀馬道長，自然成為咗批鬥嘅主要目標。封建迷信嘅大毒瘤，一日至少鬥3次啦，同上班差唔多。當張國忠見到馬老道嘅時候，原先想象中仙風道骨嘅智者形象徹底係粉碎。呢個馬老道呢，啲鬍鬚留到成紮草咁，一睇佢啲頭髮比啲鬍鬚仲要亂，已經黐埋一嚿嚿噶啦。塊面黑到同啲木炭一樣，着住可能10幾年冇洗過嘅咁嘅黨褲，腰嗰度插住個爛煙袋，坐響田邊嗰度飲緊水。張國忠上前細聲咁叫一句：馬道長啊！馬老道好警惕咁擰轉頭睇一睇呢個眉清目秀、知青打扮嘅後生仔，就話啦：我對唔住人民啊，對唔住黨，我有罪咯。馬老道繼續一邊飲水，一邊用嗰塊基本可以講係爛布咁嘅衫袖抹一抹塊面。李隊長個仔顯然同馬老道好熟，行到馬老道面前同佢講咗幾句，同特務接頭差唔多。馬老道嘅面色即刻由冷淡變歡喜，行到張國忠面前睇咗幾圈，笑到成塊面皺紋都出晒嚟。就係你睇出操場河上邊嘅橋地啦，係咪啊？張國忠就話：係啊，但係弟子唔知點破解，所以咧嚟請教道長。馬道長好似根本冇聽張國忠嘅問題咁。不如你做我徒弟咧？張國忠真係百思不得其解。呢個地方嘅人真係太奇怪啦！先又出咗個李村長，夾硬咁將自己當係神漢，跟住又將自己同李二丫扯埋一齊，然後咧又係一個同犀利哥差唔多嘅道士，一見面就要認自己個徒弟。農村嘅怪事再怪都怪唔過呢班匪夷所思嘅人。張國忠想解釋話：道長啊，我淨係。馬老道一截住佢：得啦，你唔使講啦。佢一揮手打斷咗張國忠所講嘅話，就同李隊長個仔講：二貴啊，你同你阿爹講聲，就講呢個人拜咗我為師啦，叫佢準備一圍好酒菜啦。講完，馬道長長長吸咗啖氣，之後就哼住歌仔行開咗。而李隊長嘅二仔李二貴一聽就開心，一下子就跑到冇咗影，剩得張國忠喺度發吽哣。之後嗰幾日，李隊長就過咗去操場河公社要揾馬老道。馬老道呢係操場河村裏邊最符合批鬥條件嘅人，將佢放走咗，以後鬥邊個？而且鎮上嘅工作隊先走咗冇幾耐，呢啲封建迷信嘅牛鬼蛇神就要放走，以後工作隊再嚟佢點交代呢？操場河公社堅決唔肯放人，要人嘅事呢，李隊長實在用盡辦法。按輩分嚟分呢，李隊長係操場河村生產大隊劉隊長嘅表舅嚟，不過呢兩人冇咩來往。為咗馬真人要過嚟，李隊長將上代幾個親戚咩大姨媽、表姨丈扯埋出嚟，最後搭住人情陪住笑，用一頭牲口外加30蚊將馬真人換咗過嚟。個李隊長心痛到差啲想跳井自殺，
因為當時生產隊呢本身係冇幾頭牲口嘅。響呢種以種地為主嘅農村嚟講，一隻牲口啊真係仲值錢過人。做咗師傅，馬老道啊真係開心到好似娶咗老婆咁。李隊長響飲完一斤白酒之後，添油加醋咁講咗張國忠如何勇鬥壯克，點樣機智咁分析出操場河邊嘅橋地之後，馬老道啊簡直就係愛死呢個徒弟。響呢個到處搞運動、思想上推翻一切嘅年代，可以收到呢種咁有天賦嘅徒弟，真係算道家弟子香火不絕。響糊裏糊塗拜師之後，張國忠先知道呢個馬老道已經係102歲，但係張國忠睇嚟佢最多係60歲，而且仲可以落地做嘢添。佢點可能係一位100歲老人呢？對於馬老道關於自己年齡嘅講法，張國忠始終係半信半疑嘅。當然啦，張國忠第一件事就係俾師傅睇下茅山圖志，冇諗到馬老道一開玩笑咁講一句：唉，呢啲啊細路仔嘢嚟啫。原來呢個馬道長係今天會年間，亦真係1123年道教宗師馬丹陽嘅後裔。雖然講馬丹陽宗師只係全真嘅掌教，但係眼前呢個馬道長呢，唔係，應該講係馬真人，就精通咗縮土、麻衣、縱格、全真、茅山等各個道學學派嘅真髓。張國忠手入邊呢本茅山圖志，響馬道長嘅眼入邊，只係清末嘅白話本，只不過係一啲簡單現象嘅辨別同埋解決方法啫，而從未對茅山術嘅心術進行過任何嘅講明。呢度所謂嘅心術就係茅山術嘅精髓，代表激發一啲人體已經退化嘅本能，用嚟辟邪驅鬼咁嘅方法。淨係識得畫符啊、揾材料啊，對於博大精深嘅茅山術嚟講，簡直係太初級，一啲都未成氣候嘅小鬼小怪可以醫得到。但對於李大明身上呢種咁厲害嘅嘢，一啲辦法都冇。其實李村李大明嘅事，馬真人都略有所聞，只不過嗰時文革開始咗，連道館都俾人燒咗啦，自己係泥菩薩過江，仲邊有能力理其他人呢？李村同操場河村係相隔幾里嘅啫，但係操場河公社生產隊嘅劉隊長係個30歲出頭嘅中年人，天不怕地不怕，同隔籬村嘅李隊長啱啱相反，都算馬真人唔好彩啦，落入佢手入邊。如果換咗李村啊，一早就俾李隊長當大爺咁供奉。馬真人帶住張國忠嚟到咗佢距離通天觀唔遠嘅一片空地上邊，挖出咗當年馬真人收埋嘅全真36法通譯，同一本睇起嚟比茅山圖志更加古老得多嘅茅山術志。另外咧，有幾本醫書同一個羅盤，呢啲就係馬真人算到自己大劫將至嘅時候事先埋起身嘅看家寶貝。其中全真36法通譯響張國忠眼中完全係一啲雜技一樣嘅奇怪姿勢，而嗰本古老嘅茅山術志所描寫嘅就係一啲張國忠響茅山圖志之中聞所未聞嘅更加怪異千百倍嘅奇異學說。元末明初戰亂連綿，橫屍遍野，千里冤聲鬼泣，亦就係呢種特殊嘅歷史背景造就咗茅山道術嘅興盛。呢一本茅山術志就係明永樂年嘅手寫本，至今保存完好，係馬真人嘅傳家之寶嚟嘅。按照張國忠嘅諗法，依家最重要嘅事就係制定對付李大明身上撞客嘅作戰方針。但係馬真人好似根本冇聽過呢件事一樣，先係偷咗李隊長屋企一隻大公雞，醫咗自己嘅五臟廟先，然後漫無目的咁周街行，日日搵唔到人嘅。依次係差啲將張國忠激死，尤其響李隊長仲時不時上嚟問兩句：啊，張生啊，大明嘅事唔使太心急噶，反正係二丫睇上你啦，遲早你嘅人啊，你急咩啫？呢一晚，馬真人唱住歌仔從外邊翻嚟，已經第9日，佢好似唔記得咗李大明呢一回事咁。張國忠忍唔住開口：喂，師傅啊，人哋李大明身體就快頂唔住噶啦，我哋再唔夠人，就乾脆同佢做定身後事。呢個馬真人好似冇聽見咁，
響屋入邊四周圍睇一睇，跟住指一指房頂。啊，國忠啊，同我去嗰度挖啲土落嚟啦。張國忠好無奈，揾到個梯上屋頂挖咗塊土，冇嚟好氣咁遞俾馬真人。馬真人啊話：啊，你條死僆仔啊，脾氣啊唔細添，咩時候救人我心裏邊有數啦，你急咩啊？講到呢度，馬真人將啲土碾碎，均匀咁散地下，然後喺土上邊用手指畫咗幾下。嗱，你快啲去叫李隊長將村入邊嘅後生仔都揾過嚟，帶埋啲挖坑嘅工具。記住啊，如果今日有人生日就唔好過嚟啦，我哋今晚係救人。張國忠一聽救人咩，即刻開心起身。李隊長都好爽快，直接用村裏邊嘅大喇叭叫：今晚馬道長要施法救人啊！除咗今日過生日嘅，有力氣嘅即刻喺屋企集合，帶埋繩同埋鐵鏟。諗一諗，驚人手唔夠，講咗句：嚟嘅算5個工分，如果唔係生日，跟住冇嚟到嘅扣5分。嗰陣時呢，公社分配按工分發糧食發錢，1個工分係7分錢，做一日嘢先得5個工分。村入邊仲有一班知青，佢係攞住大喇叭不斷咁叫，而且叫完一次又一次。張國忠唯有苦笑咁睇住佢。唔到半個鐘頭，李隊長屋企啊聚咗一大班人，大大話有50個。村裏邊好健壯嗰啲勞動力基本上全部齊晒。呢個時候，馬真人上咗屋頂，企喺上邊開始布置。要講呢個馬真人上屋頂嘅本事啊，真係犀利。20幾歲後生仔都要擔棟梯先上去，佢竟然助跑幾步，直接跑上去。在場嘅人連張國忠在內都睇到傻晒。馬真人依家上邊指揮：啊，左邊20個人跟我行，右邊剩低嘅人跟住我徒弟行，明唔明啊？啲村民點一點頭，等待下一步指示。冇諗到馬真人直接跳咗落嚟，塞俾張國忠一塊爛肉。啊，國忠啊，你帶人去李大明屋企，先將佢綁起身，搵個人屋頂企住，見到河邊起火，即刻將呢個放入個口入邊。如果放唔入去嘅，撬開佢把口啦。反正一定要放入去啦。張國忠帶住人，攞住繩直接向李大明屋企跑過去。迎面就撞到李二丫跑過嚟，2個人撞到正。李二丫塊面當堂好似紅布咁紅。張先生，我爹爹佢又病啦，而且今次好怪，你快啲去睇下啦。佢把聲越講越細，講到最後幾個字好似蚊枝咁。講完揞住個口跑開。身後嘅李隊長睇到就得戚啊！張生，你睇下，我都話而家睇上你噶啦，我要抹你先。周圍嘅村民開始一齊起哄，咩而家懂事啊、勤力啊、孝順啊、囉柚大好生養一類嘅，咩都講晒出嚟。張國忠聽到就不知幾尷尬。如果唔係救人要緊，真係搵個井跳落去自殺算。張國忠一行人嚟到咗李大明屋企。發現屋入邊彌漫住一種令人十分之唔舒服嘅氣味，講唔上臭，但聞多咗就想嘔。而李大明呢，就好似個盲頭烏蠅咁，響屋入邊到處咁亂撞。不過令張國忠感到奇怪嘅係，李大明睇樣好似好想從屋入邊行出嚟咁，響門邊撞來撞去，撞到頭破血流，就係行唔出去，仲時不時喺地上邊亂爬。吐出一啲黃色嘅黏液，嗰啲好惡心嘅氣味就係呢種黃色嘅黏液發出嚟。好啦，咁究竟今次呢位馬真人出馬搞唔搞得掂呢？我哋下次再講。茅山字典，今集嘅茅山字典我哋講下喺茅山術中所謂嘅7關，即係雲肯關、上眾關、紫神關、上陽關、日陽關、玉宿關同太游關，分別係同北斗7星嘅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相對應，
七關代表住任何一個城市、農村嘅人口集居地嘅生氣流向。生氣大體上代表陽氣，但係比陽氣涵蓋嘅範圍更廣。傳統意義嘅陽氣係指人身上嘅氣息，尤其指男人，更加尤其係指處男。女人身上都有陽氣。生氣就係包括人在內所有生命身上嘅生命氣脈走向。按照科學嘅解釋就係生物電產生嘅磁場走向。馬真人當時做嘅首先係觀星，北斗七星繞北極星而行，一連轉一圈，每日嘅位置都有微小嘅變化，但係幅度非常細。9日中北斗星嘅變化就係肉眼能夠睇出位移幅度嘅最小極限。所以喺茅山術中，9日係一個觀星周期。呢種周期喺茅山術中稱為沖九之數。只要響地面揾一個參照物，從固定角度觀察，並且標出刻度，就唔難確定。沖九之數唔單止係觀星周期，更加係一個地方嘅七關位置嘅變化周期。9日之內，七關位置唔變，氣脈走向都唔會變。所以沖九之數嘅最後一日，就係茅山術施術嘅最佳時機。北斗角星嘅亮度發生變化，就可以根據茅山術中天演局通則嘅算法，推算出當地七關嘅方向。觀星術係茅山術中最貼近縮土學派嘅學說。確定咗七關方位，馬真人就響心中大概描繪咗一個村中生氣走向嘅草圖。馬真人叫張國忠從房頂挖土，就係灑響地上畫生氣走向嘅草圖，以此最後確定太游關嘅確切位置。但喺茅山術睇嚟，將氣脈圖直接畫響地上係會破咗地氣嘅，所以只能夠用房檐上邊嘅土先灑一層，等呢份圖離地而行而唔破地氣。之前喺步測李村中軸線嘅長度之後，馬真人響李村揾到咗前6關所在，響每個關嘅脈眼上邊插咗一條生雞骨。呢種生雞骨就係前文提到嘅雞喉啦。雞喺茅山術中係除咗處男之外陽氣最強嘅生物。雞血雞骨喺雞死後1年內陽氣都唔會散。最後當日晚上喺去河邊嘅路上，釘死咗生氣最尾翼，就係代表氣脈出口嘅太游關。釘死太游關，生氣流動就完全停止，對人畜都有唔好嘅影響。所以唔到萬不得已係唔會釘死呢個關嘅。釘嘅時間越短係越好。自此李村嘅生氣流動被活活釘死。因為惡鬼與畜生最為接近，需要靠生氣，主要係陽氣嘅流動嚟辨別方向。釘死七關，咩氣都唔流啦，佢都揾唔到方向，更加揾唔到自己嘅屍體軀殼喺邊，冇辦法翻到屍體上面採陰氣，咁樣先至會出現響屋度完全失去力量嘅情況，同埋揾唔到門，好似出唔到去咁。咁嘅反應完全係因為馬真人揾到咗埋棺嘅位置，算得到呢度係浮屍地中嘅聚陰池，裏邊肯定係濕屍，所以先採取呢個方法，等怨魂翻唔到嚟。一嚟可以保住李大明嘅命，二嚟更加可以避免屍變。